我哋係床尾部分用咗唔少心思，巧妙咁將公仔展示架同壁燈結合，創造出一個迷你嘅展示空間。想知點樣結合輕奢現代風格同小朋友元素，咁就要留意今集嘅設計小貼士啦。今次帶大家睇下呢個充滿童趣嘅小朋友房設計，設計師特別為小主人打造咗一個既實用又好玩嘅成長空間。我哋係床尾部分用咗唔少心思，巧妙咁將公仔展示架同壁燈結合，創造出一個迷你嘅展示空間。夜晚開住壁燈，柔和嘅燈光映照住小朋友心愛嘅玩具，成個空間即刻充滿咗夢幻感。房間延續咗客廳嘅設計風格，但係加入咗更多童趣嘅元素。牆身嘅拼貼設計營造出活潑嘅層次感，既可以保持整體風格統一，又凸顯到小朋友房嘅獨特個性。呢個設計最巧妙嘅地方就係將實用功能同童趣美學完美結合，創造出一個可以跟住小朋友一齊成長嘅靈活空間。如果想單位上有個設計嘅突破，今次有個好機會，可以撳入下面個掣，我哋會送你免費嘅1對1諮詢服務，仲唔快啲行動？